西張報道，信和老字號公然拍賣侵權畫板，自 Gogo Club 涉賣未授權，鹹蛋超人、蒙面超人牟利。各位觀眾晚上好，歡迎收看西張。動漫迷同玩具迷注意啦！旺角信和中心可以話係香港動漫界嘅朝聖地，但係最近有網民向我哋報料，指信和一間老字號漫畫店，指 GoL Club， 其老闆張瑞新竟然喺社交平台公然拍賣涉嫌侵權嘅日本知名特攝人物畫板，而且仲利用呢啲畫板做招來去推銷其他書籍。究竟喺香港明目張膽咁做，會唔會觸犯法例？我哋一齊去了解下。根據網民提供嘅截圖，呢間位於信和中心3樓嘅自高 Club 喺社交平台上連環發帖，大搞4月份拍賣。拍賣嘅主角竟然係日本國寶級 IP 鹹蛋超人 Ultraman 同蒙面超人 V3 Kamen Rider V3 嘅連畫板套裝，貼文仲寫明缺點。金小文老師竟然為畫板注釋，似乎想利用本地著名漫畫家金小文嘅名氣，加上親筆上色作為賣點。gimmick起標價每套高達港幣800蚊，每口叫價50蚊。從截圖可見，反應相當熱烈，有買家將價錢推高到1050蚊，甚至1200蚊。不過眼利嘅網民就發現，呢啲畫板似乎完全冇日本官方授權，甚至有正義嘅網民直接喺留言區 tag 埋日本版權持有者 Tsuburaya Productions、原谷製作同 Toei Animation 東映。究竟老闆張瑞新呢個舉動有冇踩界呢？好多人以為我自己親手畫，或者本地漫畫家朋友畫個超人出嚟就係二次創作，攞去賣都冇問題。但版權法又係咪咁簡單呢？我哋同大家逐一拆解。1. 絕對涉嫌侵犯版權。版權持有人的專有權利，鹹蛋超人同蒙面超人嘅角色形象、設計特徵分別受到日本原谷同東映嘅嚴格版權保護。未經版權持有人即官方授權，任何人擅自繪畫並製成商品畫板，已經屬於製作侵權複製品。2. 商業用途罪加一等。如果只係畫完自己貼喺房，或者放上網同人分享，無金錢利益，可能仲有灰色地帶，或者被視為同人創作。但今次實體店老闆係公開拍賣，作商業用途牟利，仲要利用呢啲侵權物品去帶動其他書籍嘅銷量，呢個行為在法律上係非常之危險，幾乎完全缺乏公平處理 fair dealing 嘅抗辯理由。如果版權持有人真係追究起上嚟，或者香港海關介入，老闆會面臨咩後果？後果分分鐘比哥斯拉破壞地球更嚴重，刑事責任香港海關執法。根據香港版權條例第528章，任何人為任何貿易或業務的目的出售或出租，或要約出售或出租侵權物品，即屬違法。一經定罪，最高刑罰為每件侵權物品罰款港幣5萬元及監禁4年。海關有權採取突擊搜查行動，充公店鋪內所有涉案物品，民事訴訟、天價賠償。日本版權方一向對打擊盜版非常嚴厲，特別係原谷同東映。法務部出名強硬，佢哋絕對可以透過民事途徑入稟香港高等法院，申請禁制令，阻止涉事店鋪繼續拍賣及銷售，並追討天價的侵權賠償 damages 以及全數律師費。雙語掃地。作為信和老字號，公然拍賣未經授權嘅畫板，一旦被海關掃蕩，或被日本官方點名批評，店鋪多年建立嘅商譽將會毀於一旦，得不償失。自 GoL Club 今次搞拍賣，雖然氣氛好熱鬧，但背後嘅法律風險真係不容忽視。做生意各出其謀，無可厚非，但前提一定要合法，特別係涉及國際知名嘅 IP。絕對唔可以心存僥倖，以為山高皇帝遠，人哋就睇唔到。我哋都提醒各位買家，購買呢類未經授權嘅產品，雖然買家未必有刑事責任，但一旦店鋪被查封，買家隨時付咗錢都收唔到貨，分分鐘血本無歸。支持動漫文化，最好都係幫襯官方正版授權嘅產品啦。今集係咁多，我哋下集見。